今日我梁仔初到貴地，希望各位父老鄉親多多關照。今日來到現場呢，就係搞一個活動，你睇年嚟，我埋單，我嘅粉絲我來寵。來到嘅現場個有燈牌㗎，你就要黃老古好，要加多實好，我哋全部安排埋單，俾你開開心心睇年嚟。多謝大家嘅一路嘅支持。來到嘅現場有我哋嘅特級內衛中南海請過來嗰啲保鏢，為大家保駕護航，有非常之到位嘅儀式感，係嘛？係。我冇嘢俾大佬睇睇你，冇嘢。好睇。真嘅。我要攞嘢，依家就係食股嘅心，叫乜嘢就心中簽委會嘅係嘛？嗱，食股嘅心中簽委會嘅啊。滿哥，我今日走錯地方嚟，走嚟都係南城嘅，都係南城嘅馬池會個馬池年嚟個，啲馬佬擺嘢個，搞到我又對上嘅高級。多謝滿哥，來啦，快快來，係我粉絲個前面來嗰啲，只要你關注到我都攞，有實力冇？有實力嗎？老闆啊，我有你加嚟100件，要幾耐啊？究竟啊？就到，可以快啲冇？就到，100件啊！快就我弄嘢啦喎，啲實力馬撐得緊嘅喎一定買得失禮喎。心中簽委會嘅，你大方攞得嚟，有我粉絲個，你直接過來，快！阿靚女個家婆，